好，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紹一下先，我係 Naveen 馬 Sir，一位動畫講師，亦都係一位動畫師。咁今次特登拍一條片係特登係 share 俾業界嘅所有動畫公司、創作公司嘅香港嘅同伴啦、香港嘅同業啦。我有好多大計係想推行、想實行。不過呢，如果冇咗大家嘅幫忙嘅時候呢，我諗嘅嘢全部都只係幻想啦。咁我需要行動，需要大家行動去配合，或者大家一齊做一件事啦。好，我首先講解下我依家做緊嘅嘢啦，同埋將會做嘅嘢啦。咁我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動畫師。咁我係喺97年入行，到依家喺香港動畫業都已經差唔多有20年嘅時間啦。喺呢20年裏邊，我做過好多樣嘢嘅，包括係做過廣告啦，做過電影啦，做過大專嘅動畫講師。今日我就將我之前所有嘅嘢呢，所賺到嘅全部都投放喺我依家嘅事業上邊，香港動畫及視覺大學學院。我希望將香港嘅創意工業做好啲，推遠啲，做大佢。依家我面對有幾個難題。第一，香港嘅動畫教育係一塌糊塗啦。我過去10年嘅努力喺動畫教育上邊，我發覺係完全改變唔到依家嘅現況，依家嘅事實。所以我想用翻一位動畫師嘅眼光去睇翻香港嘅動畫教育，所以我特登邀請咗不同嘅動畫業嘅精英啦嚟我嘅動畫學院裏邊啦，幫我係做一啲 education training， 係培訓翻香港嘅動畫師嘅新血。第一樣要大家幫手嘅就係我嘅動畫學院啦，需要大量嘅業界精英去幫手做一個 training。當我哋能夠 train 到一班有能力、有本事嘅動畫師嘅時候呢，對整個香港嘅動畫事業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呢樣係第一樣要大家幫手嘅事。第二樣，講解下我依家做緊嘢先。除咗香港呢一間我自資開嘅動畫學院之外，我依家另外一個身份呢，係喺香港一個商會嘅一個動畫業嘅代表。喺我嘅商會裏邊有好多不同行業嘅老闆，係一個 partnership 嘅關係。喺我嘅分會裏邊有60位不同行業嘅老闆，而我係可以將香港嘅動畫業同商界有一個好直接嘅 connection。而喺呢幾個月裏邊呢，已經係同好多不同嘅公司團體啦，好多唔同嘅 agents 啦，去傾緊一啲合作事宜。但係我而家遇到嘅困難係有好多 project through 我係接到嘅，不過根本上我係冇能力去完成啦，甚至乎依家去到我係要推 job 啦。咁但係以我所知，香港嘅動畫生態其實會比較兩極化啦。香港嘅大型電影製作公司，佢哋排 schedule 基本上都已經係排咗幾年，已經係 full 晒 schedule 啦。咁一啲比較細型嘅動畫新進嘅公司呢，佢哋亦都喺一個比較辛苦經營嘅階段。咁呢個兩極化，我希望可以藉住我少少嘅努力啦，希望去有少少改善啦。咁點樣去改善呢？其實我依家有一個計劃，就係希望將香港起碼啦30間左右嘅小型動畫製作公司，我哋一齊整合，變成一個大嘅團體，一個大嘅組織。當我哋有足夠嘅人力、足夠嘅動畫師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做翻一啲大型啲嘅 project， 而我應該係可以做到呢一個橋梁。我可以將香港嘅動畫業向商會推介，我亦都係一個中間嘅聯絡人啦。咁我嚟緊要做嘅嘢呢，就係我會 design 一個 apps，
呢個 Apps 咧，我會直接去我嘅商會裏邊推薦香港嘅動畫公司同埋商會嘅不同嘅公司老闆，等大家有一個合作嘅關係啦。而我嘅商會係香港一個叫做 BNI 嘅商會啦。喺我哋嘅 chapter 裏邊有60位老闆，而成個香港 BNI 差唔多有1500間公司嘅老闆結合咗一齊。而香港嘅動畫業係非常之 unique 嘅，只要我做到呢一個動畫平台，我要將動畫業向商界推廣，基本上係水到渠成。問題就係要睇下我哋動畫業夠唔夠齊心去做呢件事。所以呢，我特登拍呢條片就係演威你哋一班香港嘅動畫師、香港嘅動畫製作人，希望可以齊心組成呢一個平台，而我就可以向商界推薦你哋，令到香港有一個新景象。我唔希望香港嘅動畫業係一路走下坡，所以我需要大家嘅幫忙。如果你睇到條片嘅時候呢，請你認真諗一諗，到底我哋係咪應該結合我哋嘅力量去做一件大事？我嘅平台呢，需要大家嘅 input， 需要大家俾意見我，點樣會令到嗰件事係可以達成一個共識？所以呢，喺呢一個 email 裏邊，我希望大家可以 reply 我，盡快 reply 我，話俾你聽，話俾我聽，你嘅時間能唔能夠同我去傾呢件事？我希望可以係單對單嘅同大家去溝通，然之後呢，整合大家嘅意見之後呢，令到嗰件事大家係舒服合理。我唔希望有一啲太過負面嘅做法啦。譬如呢一個 idea 其實我同好多唔同公司傾過嘅時候呢，有好多公司都抱一個懷疑嘅態度啦。譬如當有呢個 app 出咗嚟嘅時候，我會唔會掌握到香港其他行業、其他動畫業界嘅一啲 quotation， 而我有一啲從中獲利呢？咁我呢個都需要同大家解釋翻嘅。我依家嘅定位係一間動畫學院嘅院長啦，做一個 educator 嘅身份啦。我做呢件事最想就係推動香港嘅創意工業。只要香港嘅創意工業成長興旺，我嘅動畫學院自然會興旺。呢個係一個共生嘅關係。所以呢，只要我能夠推動業界同埋商界嘅合作嘅時候呢，去到尾一定係一個三贏嘅局面。我嘅動畫學院會興旺，香港嘅動畫公司會興旺，香港嘅學生亦都有前途。我就係咁簡單嘅諗法。當然啦，我都會做我嘅個人創作啦，而我嘅個人創作主要都會圍繞喺我向商界推銷我自己嘅個人創作啦。咁我希望嗰件事盡量係我唔會參與太多商界同埋業界公司關係一啲鬥船裏面啦。我盡量係做一個中介人嘅角色。咁希望呢個大家可以對我有一個信任啦。咁就所有你哋任何嘅疑問，我都希望能夠面對面啦，可以同大家解釋或者分享，或者聽你哋嘅意見啦。咁我嚟緊，我希望可以整合到30間公司，form一個大嘅平台。而呢一個平台呢，係可以直接嘅將香港嘅動畫公司帶入去商界。呢個係我嘅理想，亦都係我未來一定要做嘅事。我希望呢件事可以喺3月裏邊完成。所以當你睇到條片嘅時候呢，今日係1月15號，我希望大家可以喺盡快，最好喺下個禮拜之內可以同我約到一個時間面談。當然啦，要同30間公司去傾，其實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啦。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把緊呢一個時機啦。其實到依家為止已經有一啲商會嘅 agents 公司聯絡緊我，而佢哋亦都係一路都催緊我呢一個進展。我呢一個動畫師聯盟呢一個咁嘅 idea，基本上已經同商界嗰邊係提出咗，而
有幾間 agent 公司已經係不斷問緊我嗰個進展如何，即係話商界有好多 project 係需要動畫去幫手做嘅。問題就係香港依家中型公司已經係比較爆廠啦，啲 schedule 滿晒啦，蚊型公司喺一個好難生存嘅環境啦，所以只要將呢一啲細公司整合嘅時候呢，我哋嘅力量係好大嘅。呢個第二件事啦，第三件事，其實我已經同香港動畫業及文化協會嘅一班朋友啦都傾過，包括老 Sir 啦、主席阿伯啦。咁我諗佢哋都應該會歡迎我加入去呢一個會嘅。當呢一個會只係得10個8個動畫師參與嘅時候呢，佢嘅力量係相對非常之細。而我亦都同時間邀請各位會加入我平台嘅動畫公司，亦都同時間加入去香港動畫業及文化協會。只要我哋有返30間公司參與嘅時候呢，我哋嘅勢力會係，我哋嘅聲勢會好浩大啦。到時我哋亦都可以同時間同政府有一啲更加之直接嘅對話啦。咁我希望可以利用 Create Hong Kong 嘅 funding 啦，繼續推廣香港嘅動畫教育。只要香港嘅動畫教育興旺，成個香港動畫界都會興旺。到推廣動畫教育嘅時候，當然啦，亦都需要大家嘅參與啦。呢一個就係我嚟緊要做嘅3件事。第一，我要做好香港嘅動畫教育。第二，希望組成一個動畫師聯盟。我會將你哋向商界推廣。第三，亦都希望大家會參加香港動畫業及文化協會，一齊做大香港動畫業個餅去。我哋可以同時間同商界、同政府、同學界有3方面好緊密嘅聯繫，亦都有好好嘅發展。呢件事得我一個係做唔到啦，亦都冇能力去完成啦。所以我需要大家團結啦、幫助啦，一齊做大香港動畫業。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覆我嘅 email。多謝大家。